高雄有一名25岁姓江的小姐骑乌托邦伫半路，想要到这喷刷撞入去伊全打式的安全帽内面，伊正蕊目睭红顶甲睛歪歪。医生讲，这患者来急诊的时阵视力剩0.7尔，加在经过治疗了后，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啊。 今年25岁江小姐头盔伫机器顶悬，互医生详细来检查目睭恢复的状况。因为1个月前伊来挂急诊的时阵，正蕊的目睭是生做安尼，规个睛歪歪，完全睇袂开。江小姐讲，迄时伊下班对高雄骑倒摆要转去屏东，骑到半路，向目睭疼甲挡袂牢，安全帽摕落来一看，内底竟然有一只灭芳的尸体，惊一个赶紧去看医生。 就是你会吓到，因为你这辈子没有想过会有蜜蜂跑进安全帽这件事情。对。那看到那个针呢？其实当下很痛，你没有很认真去看到针，你也不敢摸它，你就觉得现在什么时候不要做，就是马上先去看医生。因为我们这位挡下来就比较几率比较小，可能是他那时候运气比较好吧。 民众听到当事者是戴全打式的安全帽，搁互芳走入去顶着目睭，也感觉伤害。医生讲，患者来求诊的时阵，芳针也搁掉伫咧目睭皮顶悬，正蕊的目睭已经睇袂开，视力降到剩0.7，已经正做芳受用。因为芳针内底毒素多元，民众会有啥物反应无按算，较严重的甚至会痴迷。医疗团队也随做紧急处理。 主要是判断是蜂毒已经开始在局部产生反应了，那于是马上给他一些口服药抗生素啊、利尿剂啊、一些止痛药啊。那治疗5天之后，慢慢的他眼睛终于可以慢慢动了。 江小姐透过食药点目药水来治疗，现在目睭已经完全恢复。医生提醒，目睭走物件入去，若是感觉点点，千万唔通揉，爱目睭刻刻用目油甲垃圾排出来。不过若是无改善，一定要随去互医生看，才袂愈拖愈害。记者看下做顾朝阳高阳仓报道。